卫生部是来公布，这美国、日本两间加热烟的厂商呢，拢总有14项产品是有条件来通过审查。即马这消息才一个出来，还未正式来上市，民间团体就发现讲，有业者已经开始伫网络平台咧卖这个加味加热烟的产品。民团是呼吁政府呢，应该要依法来禁止这分享伫网络拍广告。 顶日啦，卫福部公布有条件通过日本、美国两间厂商的加热烟产品，即马也未核准就市。台湾基粉联名指出，即马伫网络顶已经有业者开始伫网络顶做宣传，有厂商公开咧卖加热烟产品，这互家长、老师组成的基粉团体感觉真烦恼。学校里面的学务人员不断的反映，现在的这个新兴烟品已经造成校园安全的重大危机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就 没办法接受，你这个时候你还要开放所谓的加味加热烟。有老师指出，讲伊学生只是伫咧面册顶找加热烟三个字，就随收到10多件的卖假信息，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关心网络的生态，做相关的稽查。我就在乐美的网站上面，我联系上一位加热烟的卖家。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，他立刻就提供我购买的链接，他完全没有确认我的年纪，他也没有跟我有多说，他还有特别强调，因为他们是货到付款，所以不会是诈骗的问题。如果业者没有履行， 那我们会依法来处理哦。那最重也可以废止到他原来的核定哦。但是根据烟害防治法的规定，若是业者伫网络违规卖烟，相当通罚100万；另外，若是分享伫网络违规广告，相当是会当罚5000万。民团表示，为着后一代健康，呼吁政府爱照法禁止分享伫网络广告行销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